比特幣喺尋日星期日咧，突然之間出現有一個暴跌，而且係跌穿咗80,600蚊呢個買方嘅心理關口。呢一個跌破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代表緊市場咧向住另一個結構咧去走㗎啦。咁目前嚟講，橫盤嘅結構咧已經係被跌穿咗啦。咁所以我哋將會重新去審視呢個市場㗎。嗱，咁其實咧，尋日嘅跌破咧，亦都有令到我少少有啲措手不及嘅。點解咧？因為原本我嘅判斷咧，我就覺得，黃金市場暴跌咧，係應該會將啲資金回流翻去風險資產市場嘅。但係點解最後市場嘅資金並沒有翻去加密貨幣或者美股市場咧？就因為黃金嘅暴跌咧，實在太過誇張啦。大家留意到咧，佢呢兩日嘅跌幅咧，已經係吞沒晒過往咁多日嘅買方力量，咁其實代表緊其實市場咧已經係進入有一個恐慌嘅情緒。嗱，其實喺過往啦，無論美股市場或者加密貨幣市場都好啦，如果佢哋嘅跌幅係接近10% 或以上嘅話咧，大家留意下佢係會有牽連到其他嘅市場嘅，因為當個跌幅太過誇張嘅時候咧，恐慌嘅情緒就會蔓延嚇，所以就會留意到點解話美股同埋加密貨幣嘅總市值會出現一個咁離譜嘅跌幅咧，其實最主要都係受到黃金市場嘅拖累。嗱，咁我同大家講啦，呢個跌穿咧係一個真實嘅跌穿嚟嘅。咁我就會用幾個重要嘅論點去同大家講解下啦。嗱，第一樣嘢咧就係佢跌穿咧個成交量咧係非常充足，咁即係代表市場咧係有好多人拋售緊比特幣。嗱，第二樣嘢就係啦，好啦，當佢跌穿80,600蚊嘅時候咧，我哋最緊要留意嘅就係尋日同埋今日嘅比特幣究竟有冇一個收回嘅跡象咧？咁大家留意到係冇嘅，佢嘅 K 線咧仍然係進入緊一個下跌嘅幅度，所以可以同大家講80,600蚊咧係一個確實嘅跌穿嚟嘅。OK，一有成交量兼睇埋 K 線咧，我哋已經可以判斷到市場係一個假跌破定係一個真跌破。嗱，原本市場咧，我同大家講過啦，呢個係一個橫盤嘅收復嚟嘅。咁喺橫盤嘅收復咧，我哋可以睇到日線嘅支撐阻力啦，係咪？咁但係目前啦，佢已經跌穿咗呢個日線嘅支撐嘅時候咧，市場就會向住另一個方向走，佢就會繼續去延續佢嘅跌幅嘅。咁但係大家留意就係佢啱啱好跌到我一直所講嘅74,000蚊周線支撐位嘅時候咧，佢係遇到一個好少量嘅支撐嘅。嗱，我唔敢講佢係一個好強嘅買方成交量。點解咧？因為佢嘅反彈咧並不如理想㗎。咁但係74,000蚊點解會咁緊要咧？就係因為呢個咧係一個周線級別嘅支撐阻力互換嚟嘅。嗱，其實留意翻喺2024年嘅大半年咧，佢一直都係喺74,000蚊遇到個阻力位，直至係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呢個利好消息出現咧，市場先至有一個爆炸性嘅跌幅。咁其實佢升到上11萬嘅時候啦，佢都曾經測試過74,000蚊，然後再一次反彈嘅。咁所以其實74,000蚊嘅支撐位咧，係對於比特幣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如果連74,000蚊都跌穿埋嘅話咧，市場將會出現一個投降嘅情況。投降咧就代表緊市場嘅買方力量咧喺短期之內都唔敢去買入比特幣。咁呢個時候比特幣咧就會好容易去見翻50,000蚊呢個關口。嗱，因為咧其實比特幣係要越跌得多啦，先至越吸引到更加多嘅投資者去買入㗎。咁嗱，投資者去買入比特幣咧，得兩個情況嘅啫。一就係見到比特幣咧可能會出現一個利好消息，所以要不斷去追啦。第二就係比特幣咧跌得太過厲害，佢哋覺得話比特幣嘅價格好吸引、好平嘅時候咧，佢哋先至會去買入比特幣嘅。咁所以其實去到50,000蚊咧，先至會有機會觸及呢個情況。嗱，我唔敢講50,000蚊咧係一定會有呢個情況啦，因為可能咧佢哋會判斷比特幣會跌得更加嚴重嘅時候，可能要去翻2022年嘅熊市底部水平咧，先至會去做一個買入嘅情況嘅。嗱，咁好老實咁樣講啦，如果比特幣咧可以見翻20,000蚊或者30,000蚊咧，我係會大手買入嘅，係因為呢啲就真係叫做咩咧？低買高買嚇。咁睇下究竟大家點樣去睇比特幣啦？因為有啲人會覺得話比特幣跌到落去谷底嘅時候咧，其實係好恐怖嘅喎，會唔會再跌咧？又唔敢去買。咁我同大家講，如果比特幣唔跌嘅時候，我哋邊有機會去做一個低買高買咧？
係嘛？咁啊高位就係梗係適合去賣出啦，咁而唔係買入噶嘛。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市場邏輯嚟噶。咁呢個係一個比較長期啲嘅睇法啦。如果就咁講短期嘅話咧，咁其實比特幣咧，佢跌穿咗80,600蚊，我哋已經可以好確實咁樣話俾大家知道咧，市場係應該要做一個高位做空嘅策略，係因為呢個跌破咧係一個好嚴重嘅睇跌信號嚟嘅。咁再加上移動平均線咧一直未有黃金交叉嘅情況出現，即係話喺日線嘅級別咧，我哋未見到有市場見底嘅情況。如果市場冇喺74,000蚊建立一個底部嘅話咧，咁其實佢嘅反彈都係會比較軟弱無力㗎。咁所以我哋就留意下，究竟喺80,600蚊附近可唔可以做一次支撐阻力互換嘅高位做空策略？咁至於下方究竟74,000蚊周線支撐會唔會做多咧？其實呢樣嘢咧，我係有考慮過嘅。咁但係我始終覺得順住市場嘅趨勢做，先至係一個最好嘅策略。所以74,000支撐位咧，我係唔會喺呢個位置做任何部署㗎。咁相反，我都係會繼續採取高位做空嘅策略。我相信係目前呢個市場最好嘅策略嚟嘅。以太幣我一直都同大家講，以太幣咧做空其實係理想過做空比特幣，因為佢嘅跌幅咧係一定會比起比特幣更加瘋狂。大家留意到喺呢24小時嘅跌幅入邊咧，比特幣跌咗2.4%，但係以太幣就跌咗接近8%。大家已經睇到個分別喺邊度啦。就算你開同樣槓桿5倍去做空都好啦，兩個得出嘅回報率咧係完全唔同嘅。而目前嘅以太幣咧，我哋都可以去用一個日線支撐阻力互換嘅概念啦，去睇一睇以太幣。以太幣其實佢嗰個重要嘅位置喺2,700蚊附近，因為呢個位置係牽動到由2025年5月所建立嘅頂部，同埋喺2025年11月建立嘅底部。佢都係有一個關聯嘅情況。咁目前佢已經跌穿咗呢個心理關口嘅時候咧，其實以太幣再上翻去咧，係會好容易遇到個阻力位嘅。咁以太幣喺2,700蚊，其實都係一個高位做空嘅概念嚟嘅。另外，我哋利用移動平均線咧，佢都好接近呢個區域。周線方面咧，亦都係一樣嘅。咁如果周線咧，同時大家留意多一樣嘢啊，如果佢再一次進行死亡交叉嘅話咧，咁佢就好容易會見翻1,400蚊附近嘅區域。千祈唔好覺得我喺度講笑。以太幣咧嘅拋售咧係絕對有機會可以見到呢個底部。咁但係以太幣嘅概念我其實都好一致嘅，就係如果以太幣咧可以見翻一個咁傳奇嘅底部嘅話咧，我都係會選擇大手買入現貨嘅，因為我永遠都好相信啦，就係只有市場嘅底部先至會製造到機會俾投資者。市場嘅高位係製造緊一個拋售嘅機會、獲利嘅機會，即係好似你去耕田咁樣，一個農夫佢要去耕種去收成，係有分唔同嘅時候嘅。咁佢以太幣同比特幣，當佢見到底部嘅時候，其實就係我哋要去入場嘅時機。所以就睇下大家點樣去睇呢個市場。短期嚟講，以太幣同比特幣咧都未有一個見底嘅情況，所以如果佢係一個短期嘅反彈咧，都會係一個做空嘅好時機嚟嘅。OK，咁再加上就係目前嘅經濟市場啦、黃金市場同埋美股市場咧，都係一個比較劣勢嘅情況啦。可能市場都係會傾向比較撤離為主嘅。咁所以喺短期或者中期入邊咧，都好難會見到市場大量流入嘅情況，除非特朗普或者美國政府方面咧會有一啲好突發嘅利好消息，咁先至有機會會有啲轉變嘅。否則咧，我哋都係繼續以不變應萬變，繼續我哋嘅高位做空策略咧，就會係一個最好嘅做法。好啦，咁今日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係想知道今日嘅點位同埋2月嘅點位嘅話咧，係可以喺度加入會員群組嘅。咁今日嘅分析去到呢度，我哋明天再會，拜拜。